喂。今日这个平安，感恩节到的时阵，就是咱一个靠近年尾的时阵吼。一年的路径，上帝带领，所需的恩典，互咱满满。咱今早起游玩伫这个感恩节节期的中间，咱要伫遮献上咱的感恩，献上咱的敬拜，献上咱的学乐。咱来看圣诗21首 A 调。21首 A 调，第2节的歌词，我心毋忘上帝的恩，亲像抗旱艰难吼，水者就好。来，咱来吟第1节、第4节。你吹真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找伊。思想想念袂话的家，一万年久无离。第4节，民间都曾民望纪念，上帝听通主庇，上帝是的我稳当点，安稳自在欢喜。咱过来看一首303。第3节，后来钟情之书的提醒吼。第3节，骨髓啦吼，油脂吼，油脂。虽然好食，毋但伊温会好，油脂。哦，你讲骨脆，是的，骨脆吼，骨脆油脂。虽然好食，毋但伊温会好。来，咱来看303首。上帝的囝基督，伊愿第2节吼，上帝慈悲仁爱，永远拢无异议吼。来，咱来吟第1节到第5节。上帝行基督，用做万福源头，常常是阮所好，亲像河水长流，甘我的心，赞我的嘴，唱声。
人知有志，予我为行好事，有灯甲我徛起，用做心心的主。我要好山日日困困，保佑尊命无落大云。请咱闭眼心来礼拜。恁着学乐摇花，恁着感谢摇花，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来用信息学乐，信息第21 HA 数，信息第21，请咱起立来吟。兄弟，真正是我兄弟，号召我要做伊，想想小两妹为你过，只怕你不无理。我心望兄弟的阮，亲像风我甘难。来伫我天父的气氛，吹落大雨啊伞。上帝降阮，予我教养，我最应该学路。古最有志虽然好食，毋答伫阮的好。你敢多存迷茫体谅，上帝听通慈悲，上帝说的我稳当听，安稳自在欢喜。阿门。请咱继续徛地，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咱同齐来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来到读启应文23篇，启应文23篇。三个来启应，恁着学乐摇花，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我，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有耶和华在我之地，我就无惊。人要写法得我奈何答我？就逐我开伊的门。我要入去，感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的家要入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搁真多拯救我的。师傅所乞杀的鸟，已经真做出角头的鸟。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咱的目睭看伊最奇怪。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七日的中间会欢喜快乐。耶和华打求你拯救。耶和华但求你，互阮发达。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耶和华是上帝，伊会光照阮。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最悬。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你是阮生命喜乐的源头，你是享受温馨稳定的主宰。主啊，伫你无有困难的事，因为有你，阮就有平安。主啊，你是日头，你是灯牌，你手是互阮温辉甲阳光，对早时甲现在，直到将来，你是阮的上帝。阮要永远来学乐甲感谢。今仔日是感恩礼拜，感谢主，你用永远的听来听阮。感谢你保守阮身心灵的健康，互阮离开一切的不义甲灾害。感谢你对阮每一人有美好的计划甲安排。感谢你供应阮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互阮会当成就你的事工计划，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活，要常常充满着因有感恩的心所带来的知足甲喜乐。阮要更加坚固阮听主的信心，时时刻刻行伫主所为阮所备办的道路，互阮会当为主做光做盐。感谢阿爸爸，阮会当明捌你，是阮一生中上水的祝福。感谢主。哈利路亚！阮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圣歌队要赞美的诗歌是献上感谢敬拜你。
感谢主，伫云彩顶面施落稳定人民，愿要开声学乐你至圣尊名，献上感谢敬拜你。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诗篇107篇1节到9节。请咱掀开圣经，也是周报，周报后面有印。咱做伙来看，我来讲读。今仔日是合堂礼拜，所以台语、华语我都会各念一次。诗篇107篇1节到9节。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伫地。耶和华所救赎的，着讲这话，就是伊对伫手中所救赎的，对逐国、对东、对西、对南、对北，所做一个，拢着安尼讲。因伫旷野旁远的路漂流。找无城通徛起，也枵也喙焦，因的心情分去，因就伫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伊对因的患难中拯救因，搁带因行直的路，互因去到通徛起的城。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乐伊，因为伊互迫切勤劳的心得到知足，互仰慕的心得到好米谷饱。诗篇107篇1到9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救赎的百姓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北，从海那边召集而来的。他们在旷野，在荒地漂流，找不到可居住的城，又饥又渴，心里花昏。于是他们在急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搭救他们脱离祸患，又领他们行走直路，前往可居住的城。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称谢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满足，使饥饿的人得饱美食。今日无书记读的题目是主的慈爱永远长存。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你伫云彩顶面施落稳定灵敏。主拄则的地动，我知这是你关灵的圣手所出的奇妙的事。主，你对地动，互阮人类会当知影。行为这项代志，
阮知影主全地拢是主你在主宰，阮的性命也拢伫你的手中。阮感谢你伫这个惊吓的时刻，主，因为你甲阮三甲伫地，所以阮无伫忧愁。阮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今仔日透过你的话语，成做阮性命的润泽，互阮会当有气力，搁较向前来跑走。愿咱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是合堂的礼拜，所以牧师就照惯例，要用华语来讲道。我想我们每一天都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只是因为现代人生活非常的忙碌，忙到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停下脚步，好好的思考，今天我到底在哪一些事情上面经历了上帝？今天上帝到底透过了哪一些人事物来告诉我哪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感恩，感恩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说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生活得到生活里面的平顺来感恩，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的智慧悟性得到提升来感恩。但是我不确定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或者是有多少的时间会为了更认识上帝来感恩，甚至会为了能从过去的历史教训，就是过去的历史跟经验当中吸取教训而感恩。今天的诗篇107篇1到3节，1到3节这里说，我们可以一起看周报的后面。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救赎的百姓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北，从海那边召集来的。这首诗篇一开始就为了耶和华上帝的良善与慈爱献上感谢。在旧约时期，我们知道有一群屡次违背上帝旨意，导致他们的国家灭亡被掳的以色列子民，他们经历了大约70年的时间的流亡生涯，终于等到了可以归回他们故乡的那一天。照理说，这样人生重大的转折，确实是值得感恩跟喝彩。但是在这感恩的背后，却隐藏相当大的复杂性。对于那些已经允许被归回的以色列人来说，在感恩的同时，绝大部分的人都发现为时已晚。上帝啊，你这个也让我们等得太久了吧？也太久了，为时已晚。绝大部分的人会发现，原来这个本来值得感恩喝彩的事情，好像到了70年以后的现在，也不再那么重要。甚至于已经也不再期待。怎么说呢？这群被掳到巴比伦，早就在巴比伦落地生根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得到再一次回到故乡耶路撒冷的机会，当然是要值得感恩。但是在走过70年这么漫长的岁月，巴比伦已经成为他们第2个故乡，还有必要再回去耶路撒冷吗？还有必要再回去耶路撒冷吗？当初牧师的父亲就是牧师公，他在19岁的时候在上学的路上，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那时候很乱，在安徽那个地方非常的乱，他就随着逃难的人潮，当然啦，也算是被了一些军队硬生生的被带离他的故乡，一路带到了台湾。时隔39年，也就是民国77年的时候，开放了两岸探亲。这39年的岁月当中，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有任何的联系。开放探亲之后，他并没有打算回去定居，因为在台湾所待的岁月，早就比他在之前在大陆所待的岁月还要久。他选择不回到故乡，已经不是政治上的问题，而是认同的问题。他认同台湾吗？在牧师公
刚来被迫来台湾的那几年，他一心想回大陆。不是台湾不好，他就只是想回家。回家这是一个人的本能、本性。对当时的他而言，台湾就只是个临时停靠的一个避风港而已，临时停靠站，那不是他的终点站。今天的经文第4节、第5节这里说，他们在旷野、在荒地漂流，找不到可居住的城，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他们找不到可居住的城，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在我父亲被迫来到台湾之后，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回故乡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就像那群被掳的以色列人，对于巴比伦那个遥远、陌生又充满许多不确定的国度，他们这群以色列人从起初的抗拒，到被迫接受现况，一直到最后认同那块土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心就像在旷野、在荒地漂流，他们的心不晓得要定在哪里。在过程当中，他们决定顺服上帝的安排，就选择在巴比伦定居吧。同样，波斯公从起初的抗拒，到被迫接受现况，一直到最后认同台湾。他愿意在台湾，愿意在这个原本只有暂时停留的地方，他决定要落地生根。波斯公所认同的这个台湾，不是因为地理的位置，也不是因为历史定位，更不是因为人文环境，只是他决定顺服那个在冥冥之中的一个安排。因为那个时候都不信主，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只能说好啦，我认命了，我就认命了，我就顺服在冥冥之中这样子的安排。当然，我们信主的人会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上帝掌管全部的人类，他不是只有掌管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人事物，全世界他都掌管，他都安排。于是我的父亲他开始调整自己，要在台湾重新开始。怎么样的重新开始呢？他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不想再继续自怨自艾，他不想再继续怨天尤人。台湾曾经是许多大陆逃难迁移过来的人的避难所，是许多族群选择落脚的地方。坦白说，台湾并不属于谁，台湾不属于原住民，也不属于台湾人，不属于客家人。准确的来说，台湾是上帝预备给所有由上帝来安排、选择、愿意来台湾定居的人。就像上帝当初把一群人从欧洲带往美洲一样。问题在于，这一群群被迁徙的人，不论是从大陆到台湾，还是从欧洲到美洲，他们是否能怀抱一颗感恩顺服的心，居住在那个迁徙之地？会谈到欧洲到美洲，就是有些基督徒认为我们不应该过感恩节。严格来说，或许是不应该用11月的某一个主日来过感恩节。因为有些基督徒认为，按照历史来看，11月感恩节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随着航海技术，就是大航海时代，随着航海技术蒸蒸日上，英国取得了在新大陆，也就是美洲的贸易先机。他们为了要取得在新大陆的贸易先机，他们就以殖民者的姿态占领新大陆，就是美国，现在的美国、加拿大、美国那个地方，并将当初协助他们的印第安人对他们展开屠杀。因为当初能够这样子跨越大西洋，对于当时的航海技术来说，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就已经沉落在大西洋了，好不容易越过大西洋到了美洲之后，可能他们也是
筚路蓝缕了哈，衣衫整个都是破破烂烂，然后可能也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吃，也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拓荒这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一群印第安人愿意帮助他们、协助他们，可是他们因为要殖民，为了要占领那个地方，结果他们对当时协助他们的印第安人开始展开了非常暴虐的行动。一群英国清教徒也是在这样子侵占、殖民与屠杀的整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前往美国、前往美洲。或许有人会说，牧师，那这样子我们还要过感恩节吗？这个感恩节感觉上是背负了非常沉重的历史的包袱。牧师的理由是，感恩节虽然在历史上是个充满争议的节日，但我们身为基督徒，就是要在得时不得时都要懂得感恩，不是吗？这个感恩不仅仅是在平常风平浪静的日常生活当中，即便处在患难挣扎，我们仍然要懂得感恩。但有时恶劣的环境确实会让我们失去感恩的动力，因为我们会不知道要怎么感恩，感恩不下去。今天的经文诗篇107篇第6节、第7节这里说，于是他们在急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搭救他们脱离祸患，又领他们行走直路，前往可居住的城。在今天这个充满争议的日子感恩，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天地都会废去，世上一切的苦难喜乐都会废去。上帝并不担心我们会碰到的境况，因为他的恩典共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上帝他只在意一件事，就是他所量给我们的任何环境。当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否能让自己的名字继续被记录在他的生命册上？当上帝借着这段历史光照我们，当上帝借着各种挣扎、苦难磨练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机会被提醒。苦难是让我们的生命能被苏醒的一个机会，有机会可以被调整得更坚强，更加信靠主。这样子的过程，比起凡事顺利，来得更值得感恩，不是吗？所以圣经也说，落入百般试炼中，也要以为大喜乐。上帝的话真的是确实可信的。我们要为了，即使我们是落在试炼当中，依然可以靠主刚强来喜乐。我们要为了那只能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应许来感恩。我们要为了上帝比我们更在乎我们自己的名字是不是能记录在生命册上来感恩。因为他因为让我们的名字有机会可以被记在生命册上，他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让我们的名字有机会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在旧约时代，即使大部分被掳的以色列人都不打算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仍然有少数被掳的人，他们选择回到故乡。他们心头火热，要重建圣殿，重新可以回到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但是在过后，历史再继续往后面走，经历了好几个世纪，那些犹太人的后代子孙逐渐形成了一股绝对排外的意识形态。大部分的犹太领袖，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甚至无法承认耶稣就是基督，他们无法承认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上帝已经为他们开道路，但他们始终不愿意走上那条恩典之路。反观我们呢？
我们是否有在上帝所安排的历史当中汲取教训？在台湾这个拥有多元族群的小岛，理应发展出尊重与包容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下个礼拜6就是我们的选举，往往一到选举，人与人的信任就会被恶质的选举文化所撕裂。每次一到选举，就会开始分颜色、分族群、搞对立。如果历史的教训只是被利用来撕裂跟对立，如果历史的伤痕无法让我们的灵魂苏醒，那么即使我们赢了面子，也输了里子。因为我们因着耶稣的牺牲得以在生命册上被记录的名字，恐怕就被我们自己的血气给涂抹掉了。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每天都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在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战场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自己，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这场战役到底我们还要打多久？有的时候我们会像那些在旷野漂流的人，忽然失去方向感，又饥又渴，心里发昏。有的时候因为看不惯一些人事物，总是愤愤不平。弟兄姐妹，即使我们已经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我们的感恩是不是还总是停留在凡事顺利、吃饱喝足这些属于物质程度上的感恩呢？上帝使人降卑升高，上帝使人被掳归回，上帝让人毁灭，也让人更新。这一切都在于他与我们所立的圣约，在于他对我们的承诺跟应许，在于他的慈爱与怜悯。若我们被降卑，若我们被掳了，若我们在某些事上我们被毁灭，我们的成就被摧毁，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也要感谢主。感谢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他所爱的他必管教。若我们得以升高，得以被赎回，得以被更新，那也不在于我们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能被上帝管教，我们之所以能被上帝提升，我们之所以能被上帝如此对待，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因为我们愿意，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生命里有份。上帝愿意如此这么用心、呕心沥血的这样子对待我们，是在于我们是属他的子民。第7节说，这个可居住的城在哪里呢？我们这群上帝的子民可居住的城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巴比伦，在大陆，在台湾，在美国、加拿大、纽西兰，在这些地方吗？我们可居住的城在这些地方吗？不是的，这可居住的城在新耶路撒冷，在每一个有圣灵同住的人的心里。我们才刚读完启示录，我们都是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是过客，我们都是寄居者。有一次我们在妇女团契的时候，有一个分享，寄居蟹。我们知道寄居蟹它从小壳，它要长大，它就必须要从那个小壳出来，移到稍微大一点的壳，让它可以再继续长大。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想当寄居蟹，我们不想从小壳移到中壳，再移到大壳。最后，当我们要进入天家的时候，当我们要进入那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那个大壳住的太舒适了，他不想走。有多少人认为
我们真的是个寄居者的身份呢？不论你是原住民、客家人、台湾人、外省人、新住民，或者是双重国籍，这些世上的身份都会过去。这些世上的身份都会过去，这世上的一切都会废去，唯有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唯有上帝的应许永远长存。只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这天上公民的身份永远长存。第8节、第9节这里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称谢他。上帝所做的奇事，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成了，这个奇事就已经成了。我们可以进入到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称为天上的公民，我们的名字可以永远被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应该为这些来称谢他。第9节说：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满足，使饥饿的人得饱美食。弟兄姐妹，愿我们的感恩不再是停留在生活上的需要，愿我们的感恩不是只停留在生活上的需要，因为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的天父都知道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知道。愿我们的感恩不再停留在总会被废去的这一切世上的一切。愿我们的感恩是在于能在历史教训当中得到启发与提醒。愿我们的感恩是在经历考验之后，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冠冕。愿内心渴慕上帝话语的人都得饱美食。愿内心渴慕上帝同在的人都得以满足。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1年1度在感恩节要进行的献心跟献银的行动。我们要用感恩节这一天，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保守与看顾。由于1年才一次，也有一些新进的朋友，所以牧师呢会在这里再做一次提醒跟说明。今天礼拜当中，我们会有2次的奉献，其中一次就是在唱回应诗之后，一般主日礼拜的奉献。那么现在要进行的是特别针对感恩节的奉献。待会儿我们的同工会发放空白的感恩卡，好，待会儿会发放。然后呢，我们待会儿会有给大家3到5分钟的时间来默想，来写感恩卡。写完之后，可以连同，如果你有预备你的感恩、你的献银，感恩卡是献心。如果你有预备金钱来做献银，写完感恩卡之后，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卡跟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感恩的心，跟我们的预备的献银，走到台前，就放在台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如果你不方便上下楼梯，我们在下面楼梯的台阶前也有预备一个位置，可以让你放你的感恩。感恩卡，如果今天你有带孩子来参加主日学，请父母或者是阿公阿嬷，在你写完感恩卡的时候，你可以先到5楼把你的孩子一起带下来，因为孩子他们今天在主日学也有在写感恩卡，带着你的孩子大手牵小手，这个感恩要传承下去，带着你的孩子一起走上台前，献上你们的感恩。那么今天借着这首诗篇107篇的1到9节，请待会儿思想你的感恩卡上面，牧师鼓励大家不要再写感谢主，我今天得到了非常棒的礼物，不要再写我今天我最近事业发达，凡事顺利。牧师希望我们的感恩不再停留在生活上需要的这个层次。我们要写什么呢？我们可以写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上帝如何保守我们在这一年抵挡了罪的诱惑，在哪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几乎要落入罪的试探、罪的引诱，但是感谢主，感谢主光照我、提醒我，让我不至于落入那个试探。或者我们可以写我们心里的那个幽暗，可能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满，可能我们的怒气，导致我们失落了有主同在的平安。感谢上帝在那一件事情把我从黑暗带出黑暗，进入光明。或者你可以写，在这一年来，上帝如何让我在患难当中、彷徨当中，他指引我一条路，他让我可以坚定的继续信靠他，依赖他。现在我们就请同工发下感恩卡，我们不用着急，我们用3到5分钟的时间默想，有许多的时间我们默想，然后把你在这一年来，上帝如何让你的灵魂苏醒，如何救你脱离试探凶恶。因为这一些都是非常隐秘私密的事情，你写完可以不用署名，你可以不用署名，当然你愿意跟大家分享来署名，牧师并不反对。好，因为这是比较属于内心层面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我们也要用心灵诚实来感谢我们的上帝。拿到感恩卡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开始来默想，可以写下这一年来你对上帝在你生命可以得以更新的感恩。
已经写完的弟兄姐妹，可以陆续，我们慢慢的、安静的，把你的感恩带到台前。在这个过程中，牧师会朗读诗篇，大家可以在诗篇当中来默想。诗篇121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转，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面，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对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应允。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这时直到永远。诗篇122篇，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阮的脚徛伫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受起造，亲像联络整齐的城。这的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照以色列定着的例，上去遐要学乐耶和华的名，因为伫遐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就替耶路撒冷求平安。既然听你的人的确安乐，愿你城内平安，愿你的宫内安乐，因为我的兄弟甲同伴的同伴的缘故，我要讲，愿平安伫你的内面，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的厝的缘故，我要替你求福气。诗篇125篇，我靠耶和华的人，亲像永远徛在袂摇拽的锡安山。正山包围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安尼包围伊的百姓，对这点到永远。罪恶的官兵袂定定伫义人的分野，免伫义人伸手做歹。耶和华，求你好款待遐个做好的，以及心正直的人。论到遐个歪拙，行伊弯翘的路的人，耶和华的确互因甲做歹的人同等，愿平安归伫以色列。诗篇126篇，耶和华带遐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锡安。迄时咱亲像眠梦，迄时咱的喙哈哈笑，咱的舌出大欢喜的声。外邦人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因行大事，耶和华有为咱行大事，咱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互阮受掠的人倒转，亲像南方的溪水阁流。流目屎行种子的，要出欢喜的声受歌。迄个流目屎也种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诗篇127篇，
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恁早早起，晚晚困，食落落所得到的饭也是空空。耶和华所听的人，伊要互伊好困。看，今日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怀孕的胎是伊所予伊的报赏。少年的时所生的囝，亲像勇士手中的钱。伊的钱袋充满的人有福气，因伫城门口甲对着讲话，的确不敌见笑。诗篇133篇，看，兄弟和好，三甲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安乐。这通比平迄个贵气的油，添伫头壳顶，流到喙鬚，就是阿伦的喙鬚，阁流到伊的衫躯，也通比平翕云的露水。落伫锡安遮的山，因为伫遐耶和华有定着赐福，就是永远的活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迷失彷徨中引领到可居住的城，使所有饥渴慕义的人都得满足，使忧伤痛悔的心都得到安慰与滋润。但愿将阮对你所领受满满的恩典，用热切的心来回应，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愿你接纳，也诚做圣工的路用。阮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因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303首，信息第303首，上帝囝基督，请咱起立来吟。上帝的囝基督，伊做梦予阮头，常常是阮祝福，亲像雨水长流。
请坐，请主演者来进行奉献。请咱起立来迎奉献诗歌。请坐。公道期间，咱请为着咱所疼惜的肢体，金子姐、慧英姐、王兰妈、双耀兄、甘基姐、德明长老、邱明姐、李水兄、一梅、屈彦兄、美姿、玲玲、秀昭、杜昭、以诺小朋友、道伯兄、金如姐、毅力、曹明、怡君、张明、世君、慧中，为我们所爱的肢体，我们持续的为他们祷告。那也为各部各团契、圣诞节期各项活动的预备、练习以及福音朋友的邀约，我们也线上祷告，也为下礼拜六11月26号选举，愿我们能够超越党派，仰望全地的主，高举基督的名，胜过地上的统治者，请选与能够真正能为我们百姓做事的人才出来。那我们请出声，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爸兄弟，满天地面三万风采，主你保守，满天异地，领导每一人心心里受伤的人，满天平安伫亲咱的当中，阮人的无够，求你给你开力，阮若亲像有当，求你赐阮勇气，虽然黑暗咱的代志发生，阮的家亲伊拢无欠摕啥物，感谢你，主啊，亲爱的爸兄弟，主啊，求你，主啊，求你，主啊，感谢你，主啊，你福啊，主啊，求你。亲爱阿爸爸兄弟，愿你的怜悯甲阮同在，求主保守。愿你的医治临到每一个身心灵受伤的人，
愿你的平安伫身心灵软弱的人的中间。愿若人的无够，求你加添开力；愿若信心有动，求你赐阮勇气。虽望常常拄着黑担当的代志，但是主，你保守阮，互阮的食、穿、用拢无欠缺。阮同心感谢你。这时，阮要用主所教示的主祷文，撒甲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于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伫报告大兴，咱先来欢迎心中那个立泽简，非常欢迎他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一起与我们敬拜，谢谢。那也很高兴看到淑娟姐、孟聪兄从纽西兰回来了，淑娟姐欢迎哈。今天礼拜中也很欢迎我们的青少年团契一起跟我们做礼拜，还有社青，今天是联合礼拜哈。好，那请我们来看，本周的聚会活动及担当职务者，请我们自己注意，然后注意时间，那预先做准备。那代祷事项，咱随时随地，咱继续关心代祷。那今仔日是感恩节礼拜，咱礼拜中有进行上行感恩、献心献银，这是咱特别一年来对上帝的眷顾献上感恩。那咱也用敬虔的心来回应上帝。本主日礼拜后要进行圣诞节布置，那请留意总务部伫楼骹公布栏有公告要布置的区域楼层，像咱相关团契辅导会长我们就配合办理。那另外12月25日我们圣诞节系列活动预告要预告，上午9点半有圣诞赞美礼拜，礼拜中也会举行圣礼典，还有团契会长干部辅导的就任，也是合堂礼拜。那下午2点半圣诞舞会是由各团契联合欢庆圣诞，请力邀我们的福音朋友当天可以一起来参加。那晚上5点半我们有圣诞晚宴及摸彩。这马来亚餐厅，即日起我们也欢迎咱提供全新的摸彩礼品，还是礼金让我们在那天我们把爱分享出去放在家里也是放着，鸽子也是让我们全新的礼品。那我们就是交给我们的干事一起会诊。那我们晚宴呢？欢迎福音朋友一同参与，那采登记报名额满为止。那我们有占位置，我们大人是300，如果国小者，就是150。那教会有待定圣诞糕，有盐梅、绿豆、盐雪3种口味，那有需要发给你的亲朋好友，那我们需要一起订购的话，我们就一起到柜台登记缴费。那再来，教会备有2023年的精美月历，那就是一户原则上1户1份，那请到柜台登记领取。那我们明年度2023年度有主日爱餐认献，我们是一个单位是3000元，那认献请直接交予干事登账。那目前我们还有32周，因为我们1周是才就是2次，是6000。那目前还有32格，需要大家踊跃响应。那我想教会提供爱餐，不止就是会有安心参加聚会，
那用餐更是交谊、分享和联系感情的重要时刻。我觉得这个爱餐是在教会，我觉得这是一项我觉得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事工。所以这个主日爱餐就请大家共襄盛举。然后再来，2022年10月份的教会我们财务报表已经公布了，在下面公布栏请大家自行参阅。那一件很高兴、很恭喜的事情，是我们要办喜事了，哇，太棒了我们在12月3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要举行我们文和长老跟郑梅长老这个宇翔我都叫翔哥翔哥跟若愚我们若愚姐妹的结婚礼拜欢迎大家来观礼，给予他们最大的祝福文和长老跟郑梅长老已经等很久了终于美梦成真了很高兴，而且真的是娶媳妇是进来的不是嫁出去的很棒。好，那以上奉献明细跟如果有错误的，请麻烦跟会计更正。好，那我们起立来迎信息509首，信息509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甲帮衬，互恁众人会当伫每一天拢领受主的恩典，直到恁的性命拢通更新，恁的名字拢会当刻伫生命册的顶面，永远袂互摕掉。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平安祝快乐，万兄弟平安祝家好，万兄弟。
要倒比花，才能甲楼骹享受爱餐。